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日咱要讲的主题就像是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咱今日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是咱的大人物我拢皮皮错。来，咱台南市的大家长黄伟哲黄市长，市长你好。婉婉你好，我是黄伟哲，欢迎你，遥控握手。那么保持社交距离。对，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呢，因为市长来到咱的现场那么咱知影市长一段时间非常的无闲咱伫媒体顶管看到哇，市长甲迄个中央咧呛声过来我今仔看到报纸市长捧迄个绿豆汤去慰劳咱迄个这个公所这个防疫人员搁有就是好像前个礼拜我看到市长募10万块，伊发放迄个防疫的这个纾困金啦那么在这当中呢，我知影市长做足侪代志，小等咱一大家跟咱乡亲朋友来分享那么咱知影这个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呢，发生到今嘛差不多有半冬的时间那么在这半冬的时间，咱大家拢真辛苦啦有人甲这个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甲形容讲是第3次的这个世界大战啦就像这个陈时中部长伊讲讲这是人甲病毒咧作战那么在咱台南市的由咱市长黄伟哲咧，伊带领着咱台南市的这个市政府的员工还有咱台南市的市民嘛来做防疫做一个大作战在这个中间当然非常的辛苦，但是咱的辛苦是值得的啦是安讲呢？因为咱根据这中央的这个资讯，互咱台南市伫这届这个疫情当中咱的确诊率是6都内底上介低。而且呢，根据这《远见》杂志所做的这个报道咱台南市对着这防疫工作是6都内底第2名恭喜市长！谢谢，过阿姐，来，过阿姐，谢谢恭喜啦那么分享一下心情。当然是咱做了好，人甲咱肯定，当然是好代志主要但是嘛是爱市民甲咱肯定尤其咱知影真侪政府的施政咱讲真诶，咱人讲做了老官阿红嫌了老烂，就感觉做唔得，咱做这个程。当然做了老官，但是互人学了个得志，安尼就感觉讲战斗力是有辛苦的。所以你看公务人员其实讲起来嘛真单纯，咱无法度，咱希望讲得到肯定。咱像囡仔小朋友讲考100分，妈妈讲100分真好，第一遍伊接受。第二遍100分真好妈妈送一个玩具所以我感觉讲这是一个适度的肯定适度的肯定，咱是感觉这点是对于咱市民朋友的支持甲满意，咱表示讲非常非常。所以他都要甲你遥控握手，迄嘛是甲你肯定啦谢谢。那么讲到这个疫情咱知影平时咱市长看到的是温文儒雅喊你咧看你咧生气迄天我咧看电视的时阵一边看电视一边做我的工课，那么突然间听到市长喊一声讲见到鬼我就。是安怎？结果我新闻个真甲看，较知影讲原来市长是因为5·1劳动节的这个连假向中央咧呛声啦有一点补不完那么咱知影这咱台南市观光景点真多对着这个疫情，对着咱的这个观光景点嘛，拢有冲击啦那么在这当中，我知影市长做真侪代志是不是甲咱的这个乡亲来谈一谈？当然，咱为今年开始讲，因为今年大家较会记哩啦迄个近景是母亲节，5月10号是母亲节，5月10号近景是5·1劳动节连续假期一段时间，因为咱台南市的观光是占真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咱足侪拢重视观光，真侪人的生理伊的事业是甲观光相关，所以呢，咱过去台南市的这个观光表现也非常之好。我举一个例来讲，林志玲结婚的时阵咱台南市的这个所有的旅馆，咱台南市现出是所有的旅馆有13000个房间，13000个房间。林志玲结婚的时阵，迄个13000个房间
住房率超过95%。哦，好，过来228年假的时阵，迄阵疫情已经开始啊，新冠肺炎 COVID-19 武汉病毒武汉肺炎已经开始啊，迄个时阵，迄个住房率嘛有94%-95%，拢足好的啊，但是忽然间到清明连假时，住房率剩60几%。咱就已经做烦恼啊！迄阵佫甲咱发布国家级警报，10月的景点，全台湾遐侪景点，20月的景点出来，结果台南占4个。特别关心台南。去足去啊，但是已经过啊，就准煞因为伊是伫上尾港甲咱发布警报。为4月初清明连假，一直到5月初1，中间3-4礼拜，政府讲安尼11个警报甲发，甲台南市占4个，安尼我那个佫改进一下。所以院长嘛讲要改进，结果改分2种，愈改愈好，还是愈改愈歹。结果改一个，全台湾200几个、230个景点，台南市占27个。咱就想讲，哇，那安尼拢，人讲好运的着西景，歹运的着灵景，结果好运歹运咱都着灵景。拢甲迄个焦点放伫咱台南市。嘿，安尼对咱台南未免太不公平，所以咱不平则鸣。讲你想甲咱占啊济，咱就甲中央讲，你中央想要对台南遮歹，敢能完球吗？这是一点。第二，咱个请咱的市府的同仁去看，讲27个景点内面，真有的景点是根本就无人的。比如讲同安夜市，同安夜市是安南区的一个夜市啊，夜市啊结果迄天拜一无开市，咱夜市也毋是逐工有的嘛，拜一无开市，结果去点入去内面讲是黄色警戒，讲哇已经内面人已经真侪啊，就感觉讲佚佗是无准的。第一点是佚佗迄个监测点是甲台南更上济。第二，佚佗是监测了无准。咱当然甲讲啊，你尾仔愈变愈济讲新德动物园、新竹动物园，结果暗时12点，结果各有人潮比较多，我就感觉奇怪。到底是阿飘多，半暝12点的阿飘较济，所以用看到鬼，还是动物较济，还是看到鬼安尼？所以我们才那个时候就感觉讲，佚佗你也不讲要5·1连假要用安尼，对台南市的动伤，所以咱们就要紧甲中央反映。中央各人讲，你台南市应该欢喜才对啊。咱就做无欢喜的所以因为安尼，所以讲话比较有迄个足急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有影响无？有影响。到5·1连假的时阵，咱台南市的住房率剩3成瓦本来9成的你也变6成，现在变剩3成。真的是，安尼就足惨的尤其5·1连假，咱去迄个江南度假村伫尖山皮，尖山皮的所在去，结果工作人员比人客较侪，规工长落落才200几个人去遐佚佗，所以感觉讲其实咱是做地方政府官的嘛是算咱的公仆嘛就当然爱替咱的百姓发声，当然是确实受到影响，当然咱有必要虽然中央嘛是真迄个，咱听人讲中央不是歹意，伊是要帮助。有时候他可能资讯有错误吧。要帮助观光客来知影讲对人较济，对人较少，和观光客家己去了。但是咱感觉安尼拢着咱，所以他们讲你这个物件佫无准，无准佫拢一直拢对咱遮来，所以咱毋才感觉讲安尼无好。但是伊话一声哇，足侪民众拢讲，阮市长真正有驾驶的，然后我听到足侪有当时中央无欢喜的。做对的事情我在想端午一天，人家说日久见人心嘛那么就是讲咱这个疫情百业萧条还是属实。大家拢做辛苦的市长的嘛苦民所苦啦无会去画中央去甲中央画声。那么伫这个中间呢，我知影咱市长指示咱各局处大家认真甲这民众来协助啦。我有邀请做侪咱的这局处长来到这个所在他们也谈了很多市长的政策啦那么伫这个中间是不是嘛市长市长家己亲身甲咱讲一寡你的做法？其实讲起来这咱当然嘛是感谢你看阿中部长，陈时中，大家即摆拢爱顺时钟，袂使逆时钟。陈时中部长，伊即摆愿意都是9成外呢，9成3呢，迄是全台湾大大细细汉无人对伊会对。所以
当然伊个真侪政策，伊是公共卫生专家，好嘛，做卫福部长嘛，做防疫中心的这个总司令、中指挥的对啦，指挥官啦。啊，伊个做法其实我嘛认同，几点啊？第一点，一开始要防疫优先，第二就要纾困，第三就要振兴。是啊，第一要防疫。一开始的时阵，迄个 COVID-19 吼来流行的时阵，你无迄出人命，你看美国即马死亡死7万多人，7、8万，8万啊！全世界最高。美国死8万多人，啊8万人迄是偌济？美国伫越战吼，美国大兵才4、5万6千人，结果一场的 COVID-19 吼，每一个美国全国死8万多人，所以有人讲这是第3次的世界大战，就变百万人，对，所以这是足严重的一种情形。啊，对美国有伤无？第一，人命的伤；第二，生产力的伤。美国偌济人？哦，美国当人拢讲美国世界上强的国家，结果美国偌济人失业，2000几万人失业。哦，啊，咱台湾偌济？台湾即马增加万多人。啊，美国2000几万人，咱台湾才万多人，增加啦，我讲增加啦。哦，啊，安尼你也看，咱当然啦，比人较无严重。第一，防疫的工作，美国40几人，啊，100多万人着病。第二，哦，这个美国的经济损失。足侪人无头路。第三，美国要振兴，就是因为安尼，美国川普总统想要一直要振兴，要哪振兴，就紧来恢复上班啊。但是要恢复上班，佫惊讲大家上班的所在佫坏掉，所以吃这个也养，吃那个也养，就是讲安尼也唔对，安尼也唔对。所以现在有很两难啊。因为做难了，那就讲诶，举一个咧，咱台湾即马离中国遐尔啊近，中国大陆较近，但是咱台湾的。确诊才400几个人，这个死亡7个，安尼算讲全世界模范生啊！大家拢讲哦，台湾赞，咱佫有口罩去共援助，对。当初时口罩要当出现的时阵，咱我就提这讲，大家报告，口罩国家队，口罩国家队当初是咱台湾哦，是1月开始的时候，开始的时阵。迄阵武汉封城啊，对，咱台湾口罩全台湾生产一天做偌济，188万辆的口罩，喙暗啦，讲喙暗就知影。对，台湾大多数70%、80%以上的口罩拢是进口，对，进口较济，中国大陆进口较济，所以咱台湾家己本身做的才188万辆，台湾2300多万人，所以你差不多15天。大家才挂一个，才摆到一个口罩，你看安尼会害无？大家无口罩，大家民心会浮动，对，他会担心。无口罩，你叫我命啦！所以迄阵就口罩国家队，结果到降时，台湾的口罩即马生产1900万，一天哦，一天就效率啊。中间有台南有350万，哇，一天350万，你也看。台南生产较济口罩，变有一足短时间内，当然中央甲咱斗相共足济，但是咱地方中央工厂讲要化开工，要化开工，结果无工人，要化做这个口罩的机械，所以赶快在就无人，机动性，咱有足济义工投入，包括慈济，包括佛光山，包括巡守队，包括迄个国防部的资源，包括迄个退伍军人这个退役的。大家拢共同，无分你甲我讲，无你计较迄先甲投入来做口罩，结果咱躲过口罩的危机。若无，你也看，大家为了要抢口罩，抢甲第一民心不安，第二，即马为了1万块，大家就感觉讲等袂落。你讲等口罩要救命的呢，结果较惨。所以我想，伫整个过程中间，真感谢中央，另外就就用酒精。对，酒精嘛，迄阵大家拢去排队，你若讲去公卖局、公卖局的台酒，逐工早起就排遐济人，排3、400个，号码牌分无够，大家佫无欢喜。口罩做出来，即马去药局，即马嘛免迄个，即马佫会当实名制，佫会当迄个去用寄来，甲你寄到。所以政府替咱做这个代志，但是迄是第一段防疫，咱大家安全躲过防疫期。第二就纾困，因为咱你头讲的，美国2000几万人失业，川普摕钱出来用，3500亿的美金，毋是代表，一个人发1000块美金，发1000块美金来当偌久？当无2个月，当无半个月就开了啊，开了要安怎？开了就世界借钱啊，就埋怨政府啊，就即个政府
就个即马就失业啊，因为你无头路啊，无头路就造成社会问题。啊，对台湾哦，这部分咱嘛去纾困，有的人受影响，比如讲导游，比如讲旅行社，比如讲计程车司机，比如讲游览车司机，种，啊，拢爱纾困，餐厅嘛受影响，哦，啊，所以变怎，政府就讲啊无头家，你莫甲新楼啊抬头，莫解雇。但是头家会做艰苦的，压力所以政府补助你头家钱啊，哦，互你，比如讲你这个员工吼，薪水领偌济，政府补助你40%，你若领3万，政府补助你12000，啊，政府这个头家出16000，哦，安尼互你会当过。啊，若无就是减薪，小可减互你领3万无法度啦，啊无29000、28000，好无？政府补一寡，啊头家出一寡，哦，员工。政府啊，甲企业拢渡过难关，哦，所以咱的失业哦较少，无增加足济，但是咱冲击嘛有啊。他们讲起来，咱比一个咧，台湾的经济甲美国的经济共款，那像咱咧戴口罩，口罩小可喘嘛，因为讲空气无法通，但美国是那像甲平啊压捏的吼共款，因为安怎，因要封城啊，因要隔离啊，咱即摆拢无封，咱即摆我今仔会当来遮录影，会当即个演员会当去暗时会当去餐厅啊，是去洗牙齿啊，但是问题是美国拢袂使啊，对，啊美国拢袂使，那就甲片啊弄了，片啊落紧无久10秒钟、20秒钟就冻袂。这个问题会一直冻袂掉，就爱呼吸，啊呼吸就够干扰，啊但是咱即摆有口罩，对，就是讲较无方便。哦，咱来保持社交距离，吼，啊，搁爱为场所袂使去，但是咱的经济搁悠然的进行。是，哦，这就是其实讲起来，咱第一阶段防疫，第二阶段纾困的做了行成功，第三阶段咩咯？要振兴，什么叫振兴？餐厅受影响的，出口受影响，咱记一个咧，咱南非农民，进火鹤的，火鹤90%拢销日本，结果日本嘛是封起来啊，封起来都无人去买花啊，而且上重要是买物件通啊食，买卫生纸通啊用，吼，啊买一寡日常的生活必需品，但是花毋是上重要的，所以即嘛无人买花，啊花市嘛关起来，啊咱台湾花要销一堆，所以内需啊，所以内需吼，遐侪人一工，袂当一人一工买一蕊啊。哦，对，啊，你讲要内需，人嘛不一定要买啊，哦，所以重点就是讲，咱即摆爱振兴，就啊，希望讲咱疫情过了后，政府咱等人的国家也重新开放，伊像咱会当卖出去，哦，啊，政府甲你补贴，互你会当吼，即个啊，伫市场有竞争的。你来看，咱以前看迄赖你传荷兰的花市有无？讲规车规台卡车规台足侪卡车花拢倒掉。啊，结果因为花无人买啊。对，啊，因为花有迄个期限嘛。对，啊，而且荷兰是花卉大国吼，对，所以荷兰都遮惨嘛，啊，咱台湾要安怎？所以政府要补助，所以咱兰花店3月份因为惊传染，所以兰花店无办，无办了，即个兰花的花落伊就无买主，无人甲买，无人甲买，花就种伫遐，哦，啊，花时间到就开，啊，开了就谢，谢了就无啊，啊，所以。农民嘛真艰苦，所以政府要补贴农民，免他补贴。啊，等待即个防疫期间啊过了，咱就当恢复出口。这点就是讲保留完去，啊保留完去了后，等待恢复了，咱就当搁继续来正常的这个经济活动，这就是振兴经济。是因为哈一开始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对口罩啦哈，啊然后那个刚刚市长讲的酒精啊，一开始有一点仔乱，可是哈，因为我感觉讲咱市政府啦吼，也是咱中央啦吼，拢有这个就是讲做好着这个准备的时阵呢，啊，搁有加上咱民众吼，这种通力合作哈，那么很快的我们就上轨道，然后秩序就不会乱了啦哈。所以毕竟到目前为止，咱今嘛就无像这个口罩的问题啦、酒精的问题啦哈。那么搁来讲就是纾困啦。这纾困哦，你刚我看到新闻哦，市场募10万块去那个区公所啦哈。那么咱知影哦，这个劳工啦，因为这中央吼为着要来纾困这劳工哦，啊或者劳工吼来领这个纾困金嘛哈。啊有这个劳保的啦，足紧的。像我去洗头吼，迄个头家就甲我讲，伊讲伊2工哦就请出来啊吼，因为伊有迄个劳保嘛吼，伊是迄个职业工会的劳保，那么因2工就领出来，但是迄对无劳保的人哦，那么就有点困难啦。
吼，啊，所以呢，迄天吼，安尼大家吼离滚安尼切滚啦吼，啊，我看到市长安尼募10万块吼，赶紧的要去吼解决，会当吼马上看会当解决偌济就解决偌济嘛吼。那么伫这部分吼，市长是毋是也甲咱分享一下？对，这个无。当然有分几啊种啊，第一种是劳工，咱头讲的是本身受到冲击的劳工嘛，啊，迄是拢是真济是，譬如讲自营生活。第二，哦，你若讲是公司上班的劳工，政府就补贴你，公司啊业绩受影响，政府补贴你40%的薪水嘛，迄是有公司的劳工，还是有即个工会的劳工啊，哦，毋是工会，就是公司上班的劳工。第二种，咱参加工会，譬如讲多机工会啥，迄是咱家己做的。哦，那是给咱家己用。咱参加职业工会，但是，哦，譬如讲驶计程车上，咱家己就头家啊。咱做工作室，咱家己就头家啊。所以这种的情形，咱就无头家甲咱补助。哦，啊，即摆业务吼生意歹就歹了，所以咱家己爱想办法。所以无，迄是有保险的，就讲吼，咱1万到3万。哦，啊，另外一种是让他原你讲无保险的，对，无保险的要安怎？有当时我就家己做一寡线工啊，无保险。无保险全国算起来哦，其实这两个真正有困难。全国算起来有18万人，有全台湾算起来无保的，有你做项做单位，咱讲卖玉兰花，卖玉兰花，譬如讲叶牌啊，迄种的，那有啥物头家啊，哦，来一工就算一工钱啊，卖玉兰花你去批迄个花来卖，你就卖啊，啊无人要甲你买，你就生意受影响啊，所以变怎？甲你补1万，啊，但你要证明讲我卖玉兰花，煞讲。煞毋知影讲迄工迄几工啊，讲玉兰花讲卖甲抢市，因为逐个拢去卖玉兰花，批玉兰花来翕相，哦，讲我证明讲我卖玉兰花，哦啊，所以这就变做讲，迄是人所院长举一个例啦，迄是举一个，譬如讲迄种，啊，所以逐个拢，所以讲全台湾加几啊万人咧卖玉兰花也有法度，啊，全台人总共有偌济，到今仔日为止，总共有14000人的申请，啊，过偌济，过700几件。啊，现在敢过700几件，你要说咱的工作的同仁，逐拢熬夜加班，哦，拢母亲节拢要来加班，我看起来足甘心的，毋则摕日头汤去共小退一下火咧，啊无哦，大家辛苦，无亲戚也无通啊过，为了啥？嘛是为了生活艰苦的啦。啊，加班要创，要审查你会惊，因为总是有的人想讲，我今仔日看新闻就知影，讲有的人讲开免路的，要去请。有的人讲厝的财产，迄个房地产有2亿的嘛，要请啦。有的人讲吼，超过伊存款本来有900万哦，伊900万摕去买厝，啊，剩的存款就无钱啊，无钱讲伊也要来请，讲我缴金铺也无钱，啊，迄骗我看着贵就对啊，骗小的，你就真正人电脑拍拍，人就知影讲你银行，那涨900万你也出去。有的人讲家己吼自作聪明。对啊，啊，所以伊想讲人查无，结果人就爱查就查有，啊，像啊。所以这时间嘛，所以唔只咱的人去加班去查你的收入，查你的价金铺啊，哦，这个部分，所以咱总是无希望，这是拢民脂民膏啊。对。你若要税金钱，我若要税金钱。咱好真正有需要的人。对啊，啊结果开变路要甲你领咱的钱，咱嘛唔甘愿啊。所以咱唔只爱做一个查核，所以唔只讲尽量加班，但是哦，即马咱过700几件是全台湾上悬的啦，已经上济啊。啊，我迄讲谁人要摕10万块，就是讲咱政府中央政府有迄个钱嘛，甲头你讲的1万到3万的嘛，啊，你先摕迄笔钱来发予上需要的。对。哦，啊有你文件拢齐备，拢齐全啦，文件拢齐全，真 OK。已经通过了。已经通过啊。第一天就送，5月初6送，啊5月初7拢。你讲这个工作，啊，你有3件，你有2件，夹起来，拄好有拄好有15件，啊，伊讲拄好有10个人拄好来现金发落去，证明啥？及时雨啊！证明讲看得到也吃得到，是，不是讲政府甲你骗的，讲有，确实你有申请，啊有申请 OK， 我就摕互你哦，所以迄是。当然，中央嘛感觉讲，迄阵逐个人咪讲啊，所以拢讲话拢无影，拢好笑，拢讲骗。我讲黄伟哲，人都已经发啦，啥物甲伊骗？所以重点是讲，有领到的欢喜啦，啊无领到的人就怨叹。啊，无领到分2种，第一种是还袂审好的，第二种是审无过。对。啊，审无过，你开免有你去怨叹，我嘛有你怨叹。是。我都因为他们讲，咱这钱是要用伫需要的人身上。毋是用伫开免路的人的身上，啊，比如迄个开免路的讲，嘿，我共借的啦，
对，有这朋友下台阶嘛哈。啊，那么咱罔听啦。对，那么哈，他如果咱讲遮济啊，其实咱有个拢伫迄个新闻顶管看得到啊，就是台面上啊，台面下的市长也有做很多呢。啊，这本来都在做。那个市长哈，因为我来讲。我们没有套招，所以其实我被猛追。对，我唔知你猛追。我要讲的是说哈，底下差不多2月初啦，2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讲，迄阵打开戏嘛哈，啊，这个疫情，人讲，这哈阿得人阿得行，然后人的部分的是讲，咱超前部署，当然要做的这东西人要做的事情，然后但是有当时咱得寄托在这个。神明啦哈啊，伫迄个天坛哦，你办一个迄个法会嘛，祈福消灾这个法会嘛。那是天坛办的，咱去甲主持。那我听讲啦吼，市长你伫迄个上奏书文的时候，你甲迄个法师讲啥？你敢会记？我就希望讲台湾早日脱离这个 COVID-19 的范围，结果听我爸有听到。我可能会通灵，伊讲吼，请求上天雨露均沾然后呢，恩泽遍布全世界。你们知我现在在？我应该说文有啥？我也不会看说文。哦，迄个法师说的啦吼。那么伫这点嘛，咱去了解讲市长吼，毋是看咱想讲咱台南市家己顾好就好啊，雨露均沾，全世界吼拢遍布咱那个玉皇大帝的这个恩泽啦吼。所以伫这个当然袂使讲台南好，因为你台湾好，其他所在。迄个国关起来，伊咱台湾主要靠出口嘛，人咱好，咱已经好啊，别人无好，你物件也是一样啊，对。所以哈，来公告这个所在啦哈，我们当然知道说市长哈慈悲心啦哈他都话咱讲的这个疫情疫情了后，最近咱听到零确诊，很高兴啊！我今仔日拢总听来讲29天30天哈，这个本土零确诊，我们大家哈都觉得很高兴哈，希望讲安尼持续下去，然后但是天公伯要安那。处理咱嘛唔知啦吼，以后是安怎咱嘛唔知啦吼，但是就是讲，这个进前咱的一寡吼，这个已经吼有一个练习啊嘛吼，咱即马以后的这个情形，以后咱是毋是讲，迄个有啥物种的做法要过来处理以后代志？我记一个例啦吼，咱过去 SARS 17年前 SARS 毋是真严重嘛？对。SARS 中庸淘气尾，台湾发生第一个 SARS，世界卫生组织甲宣布台湾是 SARS 疫区，到台湾脱离疫区总共几工？46工。46工，咱 SARS 就已经妈妈叫，咱就最厉害啊。这本新冠肺炎这个或者COVID-19 武汉肺炎，这款为1月开始，甲降是5月，已经130几工啊，130几工啊呢。你也看，即马个到底你上？因为我看你嘛唔知，我嘛唔知。你讲明仔载会脱离无？对，大家都不知道。后日脱离无？唔知。陈时中嘛唔知啦。对。是不是希望到5月底脱离？你若讲到5月底就150几工啊？当然希望是这样子最好。准若讲顺利啦，到5月底脱离，150几工，咱已经3倍哇，比迄个 SARS 遐严重。所以对咱的经济，对世界的经济拢足大的冲击。咱总是希望讲咱早日脱离，大家当。甲口罩会当褪口罩啦，褪口罩，对吧？这个喙安摕落来，会当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虽然外国还未好，但至少咱国内，譬如讲来台南遮观光景点佚佗，咱嘛唔免遐烦恼啊，对。咱迄个国内旅游，国内经济活动，咱要买一寡物件通食，咱要去百货公司买衫，要踅一下街，嘛免遐烦恼。至少咱家己好，即嘛佫找啥好？为即马澳洲啊、纽西兰要招咱啊，招咱创啊，讲阮纽西兰零确诊啊，恁台湾零确诊无开放台湾甲纽西兰两边观光。迄阵咱台湾人禁足久拢无法度出国，逐个去纽西兰佚佗。纽西兰禁足久无法度出国嘛来台湾佚佗。即马佫续来佫第三国越南嘛是拢零确诊，无台湾去越南台商足济嘛，咱嘛会当去越南，越南嘛会当来遮。所以重点就是讲，咱总是在。已经 OK 的国家，咱当互相来交流，安尼就变做经济愈来愈好。是，今仔日真感谢咱市长伫百忙之中尤其是即届防疫的即个工作遮尔无闲来到即个节目当中，甲咱的乡亲朋友报告咱即个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即个工作啦感谢咱市长最后，佮甲市长感谢一下来遥控一下，谢谢。谢谢。